好多人咧食補充品嘅時候咧，都問我一個問題，究竟日頭食好啲定係夜晚食好啲咧？嗱，好多時咧我都話咧，其實冇乜大嘅關係嘅。不過咧喺膠原蛋白嘅補充入邊，早上食同晚上食絕對係一個問題。原來時間嘅關鍵點同我哋身體製造邊一樣嘢先同埋後咧，有一個直接嘅關聯嘅啦。根據咧 Chronobiology International 2018年嘅時候咧，佢指出咧，人體嘅蛋白質合成嘅效率咧係有時間差嘅。夜晚比起日頭係高25至到35%嘅，咁即係話咧，夜晚去補充膠原蛋白咧，嗰個效果會比起日頭好好多。原因好簡單，夜晚咧我哋係會生成好多嘅生長激素嘅，咁啊幫我哋提升我哋嘅細胞修復嘅能力啦，同埋咧同時咧皮膚嘅血液流量咧會增加嘅，咁所以咧亦都正係幫咗我哋膠原蛋白增生嘅一個好重要嘅過程。而喺基因嘅表達入邊咧，皮膚嘅膠原蛋白合成嘅基因表達咧，亦都係夜晚最活躍嘅。咁所以咧，根據呢個 British Journal of Dermatology 咧，有提到一個好重要嘅一個信息話俾我哋，如果早上去補充膠原蛋白嘅話咧，嗰個蛋白質優先嘅應用咧就會喺能量方面，而唔係做皮膚嘅。嗱，如果你想食補充品補到你嘅皮膚嘅話咧，就要跟住我以下呢3個部分。第一個最佳嘅時間就係瞓之前嘅1至2個鐘。嗱，因為咧根據研究就話，夜晚10點到凌晨2點咧，就係嗰個膠原蛋白修補最重要嘅時間嗱，所以咧臨瞓前1-2個鐘咧，當你12點瞓啦，咁啊就係應該係最佳嘅補充時間。咁啊，第二咧就盡量喺空腹嘅情況啊，即係話唔好太夜食飯，係啦，隔得3-4個鐘咧，臨瞓前去補充呢一個嘅膠原蛋白。最後啦，就要配合一個低藍光嘅環境，大家知咩藍光噶啦？睇完呢段片咧，好早啲瞓㗎。係啊，因為咧根據 Nutrients 2021年嘅研究啊，佢就話夜晚嘅時候補充呢一個膠原肽咧，其實咧皮膚嘅利用率係增加31%啦，其實31%咧相當之多嘅，咁所以咧補啱時間比起補啱份量咧，可能更加重要。